都爱讲家己的名，哦，袂使讲我是虾米人，哦，虾米迄个称，人咧甲咱叫的迄个称呼啊，人咧甲咱叫称呼是白。台风强超级台风侵袭菲律宾的日子呢。哦，它往西北西的方向跑掉。台湾这边受影响，你看，暗暗的天色很暗，东边还有一点点的光。你看自来水管那么高，哦，823、24、25的水了，造成那个集水溪的水面竟然高快到那个自来水管有特粗跟很粗，然后下面那一层那个自来水管，哦，水面已经快到那个下面那一层自来水管。